各位同工，大家好啊！我係嚟自英皇書院同學會小學余朗元老師。今次嘅課程呢，係希望透過運用人工智能工具，同大家分享下點樣可以生成一條混合式學習嘅教學短片。咁喺開始之前呢，先同大家講下一啲嘅背景資料。點解我哋嘅學校會好希望透過混合式學習結合我哋學生嘅教學呢？其中呢，我哋嘅團隊過去曾經去過新加坡，同過當地嘅大學甚至乎教育部做交流。咁會見到呢，其實無論係 EdTech 啦，定係呢個混合式學習，甚至乎一啲客製化嘅學習呢，都係未來教育嘅一個大趨勢。我哋好希望呢，能夠將呢啲嘅科技加落去我哋嘅教學入邊，令到 AI 可以賦能教學。咁喺一開始呢，其實一條混合式學習嘅短片必須要配合一個良好嘅學習策略。我哋學校自創咗一個 KWLD 嘅學習策略，希望呢當中能夠培育學生嘅好奇心同埋反思能力。咁先介紹下咩係 KWLD 混合式學習模式。咁呢個呢，就係包括 K 我已知。咁學生呢會從佢嘅已有知識出發，作為一個學習嘅基石。跟住就係 W 我想知。老師呢會激發學生嘅好奇心同埋求知欲，去幫佢哋確立一個學習目標。然後就係 L 我學會。學生呢以摘錄筆記嘅反思同埋整理所學嘅內容。而最後啦，我哋好希望學生能夠將學習結合生活。所以有啲我發現嘅部分，佢嘅學習係會結合生活情景，甚至乎進行一個延展嘅探索。我課堂嘅設計同大家講下成個 KWLD 嘅設計框架。首先一開始我哋會引入並且將學習目標列出嚟，包括呢，我哋會以一啲動畫啦或者生活嘅例子去引起學生嘅學習興趣。學生呢會知道混合式學習嘅短片，佢當中有咩學習嘅目標，而亦都會重溫一啲已有知識或者引出一啲嘅教學重點。我哋好希望學生能夠從已知去到未知，由具體去到抽象，從粗疏去到精密。而呢啲短片嘅製作呢，大家亦都要留意呢幾個重點。首先，教學內容呢應該要細分做唔同嘅部分。片段之中，學習目標呢唔好太多，最多呢1至2個，亦都可以結合一啲口訣、圖像，甚至乎歌曲嘅方式，加深學生嘅記憶。大家切記呢個學習目標呢唔好太長，所以呢一條短片我哋唔好長多過4至5分鐘。教學內容呢亦都唔好太多旁支，咁樣會干擾咗學生嘅學習。去到課堂，我哋好希望透過一啲應用活動，甚至乎結合一啲電子工具，去加深學生嘅學習。而我哋都需要一啲小結，甚至乎小測試，去鞏固學生對教學重點嘅掌握。最後啦，我哋亦都有啲嘅延伸活動，去俾學生自學更加多嘅知識，甚至乎做一啲搜集資料。咁我哋會見到呢，其實學生嘅反應係好好嘅。呢度抽咗少少學生嘅例子，咁學生都會講，其實當中真係內容豐富咗，而且引發到佢哋嘅學習動機。大家了解咗個框架之後呢，就會講下點樣實踐呢個模式。我哋可以用 Pre-Impose 嘅方式，喺課前呢，教師會同學生一齊重溫呢啲已有知識啦，甚至乎可以用到一啲電子平台。舉個例，可以用 Padlet去完成 K 同埋 W 嘅部分。例如學生可以講下佢已經知道嘅部分，同埋佢有啲咩係想知道嘅。而去到課堂啦，我哋更加需要重視學生嘅4多。多乜嘢？就係多思考、多討論、多協作同埋多實作。亦都可以用到唔同嘅工具呢，我哋去調節啦，同埋了解學生嘅教學進度，同埋去透過互動揾出佢哋嘅常犯錯。然後就係 Post 課後嘅延伸啦。我哋將 L 即係佢嘅學會，我哋透過 Padlet 亦都可以呢俾學生做一啲筆記嘅摘錄。然後 D 嘅部分呢，我哋可以俾學生講下，甚至乎老師可以舉一啲生活嘅例子，
啟發佢哋去學深啲，同埋延展佢嘅思考。而當中呢 W 佢嘅想知同佢嘅 D discover 發現係可以環環緊扣嘅。例如學生好想知道一啲嘅統計圖可以點樣應用喺生活上，老師就可以喺發現嗰度透過唔同嘅例子，俾學生知道點樣應用翻呢啲統計圖嘅資料。喺世界大戰嘅時候呢，好多士兵受傷甚至乎死亡。咁但係呢，透過統計圖，護士發現咗原來喺戰場上面死嘅人數遠遠唔及去到醫院因為失救而死嘅人數。於是呢個統計圖反映出當時醫療制度嘅問題，亦都透過改善醫療制度呢，救翻好多無辜嘅士兵。甚至乎學生可以透過佢哋嘅所學，發現而家社會上一啲嘅問題，例如人口老化對社會同長者嘅影響啦，甚至乎提出一啲有用嘅建議。咁呢啲呢，都我哋好希望透過 KWLD 混合式學習去啟發學生學多啲，甚至乎喺生活之中做到發現。好啦，咁喺同大家介紹完 KWLD 呢個混合式學習嘅框架之後呢，咁喺下一個部分就會同大家講下點樣利用數字教育結合課前嘅短片，去製作一條呢用 AI 生成嘅短片。而當中呢，我哋都會用到 AI 去做粵語嘅配音啦，甚至乎呢同大家分享一啲簡單嘅工具，係可以呢做到一啲特效，甚至乎影片嘅剪接。